因为伫台南的北门区出现11级的强阵风，互当地规大片的洋芳果田拢受损断。本地讲过有3礼拜就会当收成，也毋过即马有可能拢会乌有去。因为伫云林番麦金蕉嘛，因为挡袂牢风雨，倒会倒落个落，收成嘛是无乐观。这拄拢开始要生咧，这拢无效啊！你看。查封的白塑甲布皮，原本互农民固定伫架仔顶要查封台，经过一暝，和边仔架倒规片，瓜藤、瓜叶、瓜子，嘛互风台吹甲变价。按算3礼拜来收成，要缀台南市长黄伟哲来新北市展销的美容瓜，全部拢报销。即马了应该是嘛过60万吧，风太大个啊，拢来自然的量，拢有啊空啊，拢请了啊。规片的布棚啊，安尼规个杯甲利用散架，一寡瓜啊拢xuất死啊大壳壳。这好天来，这瓜啊无效啊，唔知要安怎收这啦。去上水监测台南市北门区伫初5透早2点，上大阵风有11级，强风互金木、李刀仔头大片的美容瓜园受伤严重，公所初果上少损失500万，希望市府农业局派专家来协助。大概阮这届种植的面积大概40几公顷，即马这同台来阮这个拢吹歹赢。云林县嘛发生类似状况，县内真侪番麦、金蕉至洗袂掉，拍伫涂骹。即马倒来金蕉就拢无效去啊，要做2级啊嘛人都无爱买啊。该生一遍尔，倒位就无啊，个细摊个就发起啊。毋就拢无去。无效啦。像迄番麦嘛是，番麦嘛拢无效啊，倒位就无效啊。小肯风台虽然无带来大水雨，不过闽风直透车，也是互相关的农民艰苦一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